我聋了！宋神医，宋神医，宋神医救我！姐姐吹的箫真是凄婉动人，只是有一点点落入俗套了。哦，那你说如何吹箫才算是高雅？妹妹对箫并不研究，不过我倒是见过一幅扇面，上面画着一棵芭蕉树，下面坐着一个老人，老人手里抱着琴，却并没有弹。上面题的诗是“蕉下不生暑，作声千古新。抱琴未须鼓，天地自知音。”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真正的高雅是无声胜有声，要做到手中有箫，口中无声，这才是真正的高雅。姐姐真是聪明人，一点即透呢。这就是既得箫中曲，何劳动中音的境界。那些令人愉悦的，往往是在宁静当中，需要自己慢慢体悟，慢慢释怀。所谓大象西行，大音希声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了。等等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怎么听得头皮发麻，心里好乱啊！姐姐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我是不是聋了？为什么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呢？我聋了！宋神医，宋神医，宋神医救我！真不识好歹，连大音希声的道理都不明白。姐夫，你看，哎呀，这画像好啊！为何奇香扑鼻？有何等好东西，为何不早点端上来？啊！高士豆干，其实可以。哎呀，从卦象上看，这位公子你即刻就有血光之灾呀！呀！破财之势如洪水汹涌啊！姐夫啊，啊！快说，何解？如何破？这位公子，你看看你，印堂发黑，这分明就是二恶英中毒的迹象。不是，你看看你都这个样子了，又没有皇帝的医疗待遇，你还要出来喝酒，还要来找姑娘，还要来花满楼，你这分明就是作死的节奏嘛！姐夫啊，其实秋月啊，我的病症是否真的已经变入膏肓，姐夫无可救药了吗？其实你告诉我真相，我可以承受得住的。不是的，姐夫。其实这位公子，你平常是不是一定很少吃豆制品？植物蛋白才是最营养、最健康的，美容又养颜。你放心，栾鼠虽死也不同穴。就算哪天你真的一命呜呼了，你的所葬之地也是与一般凡夫俗子不一样的。放心。姐夫啊，不是的，李莫愁说什么呢？姐夫，李莫愁，你天兵附体啊？先把我客人都逼疯啊你！那李莫愁看似娇弱无力，热心善良，却负能量满满，话痨成灾。现在赶他走吧，那2位官爷欠我的50两债务就得给他免了；不赶他走吧，
这花满楼能不能开下去还是个问题。花姐，依我的计策，李莫愁可治。话痨癌可治？可治。文艺犯负能量能改？小事儿。有何高招？换出花丝，越是照琵琶。难道花姐忘了花丝夺命琵琶的威力了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把它给忘了？什么人？是我的，你要不要跟我讲？花姐，乖，不哭。霞儿，再来3碟豆干。好嘞。花姐，照这个吃法，咱们的豆干可就过不了今晚。怕什么呀？明天让莫愁再做呗。得嘞。花姐，你真的要好好管管李莫愁。我跟你讲哦，他的名字笔画不顺，天隔3户，地隔3友，人隔3级，总格与花满楼大大的不合。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，此女了不得。花姐，我偷偷打探过，这个李莫愁原本是吴越国李金树之女，是朝廷钦犯，要发配边疆的。咱们这样私下收留她，万一被那些贵人知道，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哎呀，依我看，把他送官府得了。那他欠我的50两，你来还。花满楼地处3国交界之处，花姐我又怕过谁呢？花姐说的对，至于命格不好吗？绝对是命格不好，简直是讨厌讨厌。他那张嘴啊，说起来头头是道的，这乍一听吧，不由得心潮起伏的。可仔细听下去呢，又发现文不对题。这要是再听下去啊，直接昏倒。啊，你别说了，你越说我头越疼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连我也被他说得头晕眼花。要不是因为他欠我50两银子，要不是因为他做的豆干实在好吃，要不是因为他爹是忠义之士。花姐，小的上次说的那条妙计，肯定能治李莫愁的唠叨病。什么妙计啊？锦囊妙计。李莫愁。